Renton 第一次喺西雅圖買樓咧，最常問我嘅問題都係邊度比較平，邊度校區好，邊度離公司近。呢一啲問題當然好重要啦，不過我通常都會再問一句。呢一間屋平，原因你有冇查清楚呢？有啲地方城市名聽起上嚟好好，有啲樓裝修睇起上嚟好新，有啲樓嘅價格比附近嗰啲平好多。但係買樓唔係淨係睇第一眼，你要睇下嗰條街、嗰個位置、停車、安全感、通勤噪音，仲有將來轉售嘅時候，你買家嘅市場夠唔夠大 ？Hello， 大家好，我係 Emily， 我係西雅圖嘅 Real Estate Advisor， 幫大家 Live Well Build Well。呢一集我想同你講下，2026年喺西雅圖買樓，我會特別小心嘅3類區域。第一類我會特別小心嘅咧係 Medina、Clydehill、Hunts Point、Yarrow Point、West Belleville 呢一類嘅豪宅區，又或者係超高價買家嘅市場。你可能會問 Medina 呢個咪 Bill Gates 住嘅地方咩 ？Hunts Point、Clydehill 唔係西雅圖最頂級嘅豪宅區咩？點解要避開呢？呢啲當然係好地方啦。位置、湖景、私隱度、社區全部都非常稀缺，但係問題係今日嘅豪宅市場同前幾年已經唔一樣，價位越高，真正買得起嘅人就越少。你買豪宅唔係淨係買一間屋，亦都係買緊一個好窄嘅買家市場。2026年第二季度嘅 Redfin 數據話俾我哋知 ，Clydehill 存庫已經去到大概7個月 ，Medina 大概6個幾月。一般嚟講，4到6個月就會比較接近平衡市場，去到6、7個月，買家選擇變多，賣家壓力亦都會變大。Clydehill 嘅成交尺價比起舊年同期跌咗大約17%。嗱，咁唔係話 Clydehill 唔好，而係提醒緊你豪宅區而家唔再係眯埋雙眼都會升嘅一個市場。再加上華州近年對高收入同埋 capital gains 嘅稅務壓力增加，高淨值買家會更加仔細考慮 tax residency。需求一變，豪宅就冇咁容易買啦。我自己都有朋友因為呢一個 millionaire tax 咧而將個 residency 搬去第二個州嘅。所以如果你要買呢一類豪宅，我第一個會問你，你準備持有幾耐呢？如果只係持有幾年，短期內嘅價格會繼續受壓，咁你係咪要諗清楚先呢？如果你將來要買，下一個買家會係邊個？呢一個價位買家市場到底有幾大？所以唔係話豪宅區唔可以買，而係一定要睇個 price band。200-300萬嘅 buyer pool 同埋800萬、1000萬以上嘅樓係完全唔同嘅市場。總結一句，豪宅區當然係好啦，呢個係冇問題嘅。但係你唔可以淨係買個城市咩？你要諗清楚未來喺西雅圖地區有幾多人可以買得起呢一個價格嘅樓呢？第二類我會特別小心嘅咧係安全、噪音同埋人流太雜嘅地方。嗱，呢度唔係話成個城市都唔可以買，而係同一個城市差一條街，生活體驗可以完全唔一樣。第一個我想講嘅地方咧係 Seattle Downtown， 特別係 Belltown、Chinatow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亦都即係 CID、Downtown Core 同埋部分嘅 Capitol Hill。Downtown CID、Capitol Hill 當然有佢嘅優點啦，交通非常之方便，餐廳又多，生活感非常之強。有好多地方行路就到，你甚至可以行路返工，或者行路去 Light Rail Station。但正正就係因為人流、夜生活同埋交通都非常之集中，安全、噪音、停車、包裹安全，你夜晚返屋企嘅感受，亦都會變成你買樓時候一定要考慮嘅因素。Downtown Seattle Association 2025年嘅報告提到 ，Belltown 2025年 violent incidents 比24年增加咗24%。CID 全年仍然有超過300宗嘅 violent incident。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2026年5月嘅資料亦都提到 West Precinct 嘅 violent crime 比起舊年增加大約14%，robbery 增加大約27%。犯罪比較集中嘅位置主要喺 Downtown Commercial、CID、Belltown 同埋 South Lake Union 一帶。所以如果你買 Downtown Condo， 唔好淨係睇樓上嘅 view 靚唔靚，亦都要睇下你樓下嗰幾條街 ，Pike Pine 酒吧街、醫院、Light Rail、主幹道附近同埋旁邊一啲安靜嘅 residential pocket 可能係完全唔同嘅生活體驗。如果你每個月已經俾緊好高嘅 HOA 費用，仲要擔心停車、噪音、包裹安全同埋夜晚返屋企安唔安全，咁值唔值得買呢？就真係要再諗下啦。第二個要小心嘅地區咧就係 Renton、Kent、Linwood 呢一類近郊城市入面比較靠近商圈、主幹道、大型停車場、公寓密集區嘅位置。城市本身咧唔等於佢哋係唔好嘅。Renton 入面都有一啲好好嘅地區，例如 East Renton Highlands 等等。咁 Linwood 亦都好方便嘅，有 Light Rail 同 Alderwood Mall。但係越方便嘅位置，越要查清楚佢嘅 car break-in、theft、停車安全、包裹安全，仲有夜晚你翻屋企嘅感受、翻屋企嘅路線。按照 FBI UCR 2024，亦都即係 FBI 統一犯罪數據 ，Renton 嘅 property crime rate 大概係每10萬人有3313宗，Linwood 大概係每10萬人有6065宗。
嗱，而家唔係話成個城市都唔好，而係如果你間屋咧係比較靠近 Downtown Renton、The Landing、Renton Airport、Boeing、Highway 99、Alderwood Mall、大型停車場或者公寓密集區就一定要特別小心啦。同一個城市唔同 block 生活體驗都可以爭好遠嘅。第三個要特別留意嘅咧就係南邊一啲比較靠近機場、高速公路、鐵路同埋工業區嘅位置，例如 SeaTac、Tukwila、South Centre、Renton Airport 嘅周邊，或者比較近 I5、405、167、Highway 99等等嘅房屋。呢一類位置最大嘅問題咧，唔一定係 crime rate 嘅，好多時更加大嘅問題係噪音同埋環境干擾。有啲樓喺地圖上面睇落嚟好方便，離機場好近，離商場好近，離高速好近，但係你真正住入去之後，你就會發現，正正就係因為太近啦。嗱 Tukwila 就係一個比較典型嘅例子。按照 FBI UCR 2024整理數據，佢 property crime rate 大約係每10萬人有15,277宗 ，violent crime rate 大約係每10萬人有927宗，再加上 South Centre、Freeway、酒店、零售、交通樞紐都非常集中，所以一定要睇個具體位置。噪音方面呢，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會用 DNL 65分貝作為一個重要嘅標準，去判斷比較明顯嘅航空噪音影響。簡單啲嚟講呢，如果間屋喺航線下面，比較靠近機場、高速或者鐵路，噪音地圖一定要 check。我嘅做法係機場3個 mile 上面、航空路線下面或者高速0.25個 mile 入面，一定要 check 清楚個噪音地圖。最好日頭夜晚都去一次，打開窗口聽下，順便再試一次真正翻屋企嘅路線。呢一類位置重點咧，唔係佢哋係城市黑名單，而係你唔可以淨係睇地圖距離同埋間屋嘅裝修。你要睇下呢個位置會唔會打擾到你日常嘅生活，亦都要睇下下一個買家會唔會介意。第三類我會特別小心嘅咧，係疫情期間好受歡迎，但係而家返工壓力變得好大嘅遠郊區域，例如 Munro、Mill Creek、Maple Valley、Falls City、Carnation、Snoqualmie、North Bend 或者係 Snohomish County 嘅一啲城市。疫情嗰幾年咧，好多人都係 remote work， 覺得住遠啲都冇乜所謂啦。呢一啲地方間屋又大又新啲，個 lot 亦都大啲，價格亦都比起 Bellevue、Seattle、Kirkland 現實好多，所以第一眼望落去咧係非常之吸引嘅。但係 return to office 之後，好多人就重新計過諗過，間屋大唔代表生活一定舒服。你要將通勤生活圈、生活設施、天氣、洪水、排水、停電、冬天出入，仲有之後好唔好賣，都落入去你考慮嘅範圍之內嘅。2026年第二季度嘅 Redfin 數據入面顯示 ，Munro 庫存比起舊年增加大約26%，存庫大約係3個月。Mill Creek 庫存同2025年比增加大概64%，庫存咧大約係3個幾月。尺價比起舊年跌咗大約8%。呢一啲數字其實唔係特別恐怖嘅，但係足夠提醒你呢一類市場唔可以淨係睇佢大啲啦、新啲同平啲。最近我都睇到一個趨勢，就係有啲買家之前喺 Falls City、Carnation、Munro 呢一類地方買咗樓，而家開始慢慢搬翻嚟比較近市區嘅地方，唔係因為嗰啲地方完全唔好，其實係因為住咗落嚟之後先發現每一日嘅通勤同埋生活圈冇想象中咁方便。Munro 仲有幾個要特別注意嘅點嘅，就係佢比較靠近 Skycomish River、Lake Tide 同埋一啲 local stream， 所以部分地方仲要睇埋 flooding risk。2號公路對好多 Munro 通勤者嚟講咧，亦都係一個樽頸位嚟嘅。如果你要去 Bellevue 或者 Seattle 翻工，高峰時段好容易就係超過1個鐘頭以上嘅。遇到落雨事故或者落雪，時間更加唔穩定。有啲樓如果喺山坡上面，冬天路面會結冰，出入亦都會比較麻煩嘅。Falls City、Carnation、North Bend 呢一啲地方咧，環境其實好舒服，空間都好吸引。但係你一定要問下自己，你係咪完全係 remote work？ 你可唔可以接受 car dependent life？ 你嘅小朋友返學、你買餸、睇醫生、朋友聚會，其實係咪都係喺你嘅可以接受範圍嘅生活圈入面呢？所以如果你完全係 remote work， 好中意大屋同埋大嘅 lot size， 亦都接受到每件事你都要開車出入嘅，呢一啲地方你可以慢慢睇。但係如果你每一日都要返 office， 又希望生活圈比較方便，咁我就會建議你買之前一定要試一次真實嘅通勤，唔好淨係睇 Google Map 嘅一個時間，要喺工作日嘅朝早同埋夜晚 rush hour 都揸一次車，揸一次你嘅通勤路線。有時啲樓咧比較平，係因為你每日都要用時間去補翻嚟。呢一句說話放喺遠郊市場咧係非常之適用嘅。所以今日呢3類地方唔係話佢哋係城市黑名單，我嘅意思亦都唔係話 Medina、Renton、Kent、Munro 呢啲地方完全唔可以買。
或者南邊嘅地方完全唔可以睇。我嘅重點咧係第一次喺西雅圖地區買樓，唔好淨係睇價格、裝修同埋佢嘅城市名。買之前要將庫存、掛牌時間、成交價同埋掛牌價嘅差距、犯罪地圖、噪音地圖、通勤、HOA、校區同埋之後好唔好買咧都 check 一次。聽起上嚟好似好多嘢都要留意喎，但係其實呢啲係會直接影響到你之後住得舒唔舒服啦。或者以後你間屋想轉售嘅時候好唔好賣？賣樓咧唔係淨係賣一間屋嘅，而係買緊一種 lifestyle 同埋一個長期資產。如果你想要一份買樓之前嘅 red flag checklist，可以喺下面留言。如果你想按自己嘅預算、通勤同埋生活方式篩選區域咧，亦都可以同我預約30分鐘嘅諮詢。我哋今集講到呢度，下條片再見，拜拜。